伫人世界热狗的闹热组织，日本三井不动产集团伫台湾台南所开发的第三座outlet已经届满2档。伊嘛伫咱农历过年前宣布加码投资2期，就伫1期南平的停车场用地起地上4楼的建筑。联合东土意识由该企业董事长亲自主持。伫市长黄伟哲、副市长叶铁山等各界贵宾的旗号声中开讲动土，希望再创营业高峰。2期开发是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决定要来这边展开我们的这个事业的时候，其实我们当初的事业计划里面本来就有分为1期跟2期。那1期展开的时候是，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先行展开之后，我们也会去观察这周边，还有观察整个台南的一个市场跟消费者的一个习性。那当然这附近慢慢的大家都可以看到住宅也越来越多，然后人口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相信这边的这个市场有它继续开发2期的一个实力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看到了三井公司的这个效率，也看到台南这个市场消费者对于三井 Outlet 的一个肯定，以及2期的期待。那这个工程在114年，就在明年底的时候就会完成。那我相信届时一定会在台南的这个消费市场造成另外一个轰动。据我了解，三井对前当2月中旬营业以来，已经吸超过1500万人次，同时带动周边帮地产一直兴，其中嘛归功铁道交通的经济。交通部铁道局过去很多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在我们各个高铁场站周边努力发展的所谓的 TOD 的建设。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投资伙伴，特别是来自国际的、来自日本的三井的这样的一个集团，让我们台南的沙仑站区呢，在短短的几年里面呢，刚刚我们91董事长特别提到，最近周遭有非常多的建案。今年是台南400三井2期伫即时动土特别有意义，估计114年的试营运。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